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即马已经剩无50只，即马为着要更加了解这北海猪的品性甲因数量的变化，红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是做伙来举办北海猪的培训课程，要培训一家志工利用千里镜甲无人机来记录台湾北海猪的影像。一群人伫中滨工业区的山西水道边，摕千里镜观察到北海猪的影像。红野保护协会甲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合作举办北海猪陆地观察的课程，除了要互民众知影北海猪保育的困境，嘛要培训北海猪的观察志工。伫上课时阵就有讲到，迄北海猪即马拄到迄开花的问题，所以就来遮看卖因即马的现况是安怎。是希望把白海豚现在遇到的困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教他们怎么在岸边做入关进行入关。一整天的课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当作是入关的志工。主办单位指出，目前台湾北海猪的数量剩无50只，海上风电开发的噪音加干扰对北海猪的生态有真大威胁。这届课程有安排陆地观察甲无人机教学，要来观察北海猪的品性甲数量的变化。有诶几啊只可能伫海面下骹咱看袂到，若无人机飞出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去记录伫海面骹佫有几只，咱家翕起来，咱嘛知影讲伊的行为是啥物。希望了解咱北海猪的生态的特性，跟是不是受到周遭开发的影响，所以咱来做这安尼记录，来互开发单位甲政府知影讲，咱的开发行为爱安怎受到限制。保育团体表示，过去的观察记录都捌发现风电业者的时光船干扰到北海猪，或者是时光的飘线浮球影响北海猪的活动范围。透过观测，会当了解工业开发甲环境变化对北海猪的影响，这拢是真重要的保育参考资料。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